可以話係一個不斷擴闊視野嘅過程。諗通過呢次實習，同學們唔單止會體驗到內地嘅職場文化，更加會喺大灣區嘅生活當中發現另一片天空。可能係廣州市嘅千年商都底蘊，可能係深圳嘅科技創新脈搏，亦都可能係珠海嘅濱海活力。每一次窗背後都係一次自我突破嘅契機。希望各位同學把握機會，將呢段旅程轉化為未來接軌國家發展嘅重要一步。而家我哋即將進入今日最激動人心嘅環節，2026粵港澳大灣區香港青年實習計劃啟動儀式。咁我哋恭請主禮台上嘅嘉賓移步到台前，為我哋進行一場簡單而隆重嘅啟動儀式。好未？我哋一陣預備數1、2、3 ，OK？OK， 預備啦，3，大家冇聲嘅，好，1、2、3，哎呀，好唔緊要，我哋練習多一次啊，我哋一齊數3、2、1，就一齊篤爆地球咯喎，好，預備3、2、1，呼！3、2、1，呼！突破界限，突破灣區，2026粵港澳大灣區香港青年